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惘。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永留。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惘。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永留。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惘。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永留。吸引我，吸引我，吸引弟兄姊妹早晨，讓我哋喺清晨一齊去敬拜我哋嘅主。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守約施慈愛嘅主，喺我哋生命裏邊，冇一樣好處都係喺你之外。多謝主，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以賽亞書第25章，耶和華，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稱頌你的名。因為你以信實忠信行遠古所定奇妙的事，你使城市變為廢墟，使堅固的城荒涼，使外邦人的城堡不再圍城，永遠不再重建。所以強大的民必尊敬你，
殘暴之國的城必敬畏你，因為你是貧寒人的保障，貧窮人急難中的保障。暴風雨之避難所，炎熱地之陰涼處。當殘暴者盛氣凌人的時候，如暴風直吹牆壁，如乾旱地的熱氣，你要制止外邦人的喧嚷。殘暴者的歌要停止，好像熱氣因雲的陰影而消失。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擺設筵席，有肥甘與美酒，就是滿有骨髓的肥甘與精釀的美酒。在這山上，他必吞滅那纏裹萬民的面紗和那遮蓋列國的遮蔽物。他已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乾各人臉上的眼淚，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這是耶和華說的。到那日，人必說：看啊，這是我們的神，我們向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向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耶和華的手必按住這山，摩押人要被踐踏在他底下，好像乾草被踐踏在糞池裏。他們要在其中伸展雙手，好像游泳的人伸手游泳。他們的手雖靈巧，耶和華卻使他們的驕傲降為卑下。他使你城牆上堅固的碉堡傾倒，夷為平地，化為塵土。以賽亞書26章。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賜救恩為城牆，為城郭。你們要敞開城門，使守信的公義之民得以進入。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遠的磐石。他是居住高處的，與高處的城市一同降為卑下，將城拆毀，夷為平地，化為塵土，使他被腳踐踏，就是被困苦人和貧寒人的腳踐踏。義人的道是正直的，正直的主啊，你修平義人的路。耶和華，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裏所渴慕的，就是你的名和你的稱號。夜間，我的心渴想你。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地上行審判的時候，世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惡人雖然領受恩惠，仍未學到公義。在正直之地，他行不義，也不看耶和華的威嚴。耶和華，你的手高舉，他們不觀看，願他們觀看你為百姓發的熱心而羞愧。願火吞滅你的敵人。耶和華，你必賞賜我們平安。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為我們成就的。耶和華我們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別的主管轄我們，但我們唯獨稱揚你的名。死去的不能再復活，陰魂不能再興起。你懲罰他們，使他們毀滅，他們的名號就全然消滅。耶和華，你增添又拓展國土的疆界。耶和華，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你的管教臨到他們身上時，他們傾吐低聲的禱告。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們曾懷孕，曾疼痛，所生產的竟像風一樣，並未帶給地上任何拯救，世上也未曾有居民生下來。你的死人要復活，我的屍首要起來。睡在塵土裏的啊，要醒起歌唱。你的甘露好像晨曦的甘露，地要交出音雲。我的百姓啊，要進入內室，關上你的門，躲避片刻，等到憤怒過去。因為看啊，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要懲罰地上居民的罪孽，地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蓋被殺的人。以賽亞書27章。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堅硬銳利的大刀懲罰力威亞探，
就是那爬得快的蛇；懲罰力威亞探，就是那彎彎曲曲的蛇，並殺死海裏的大魚。當那日，你們要唱這美好葡萄園的歌。我耶和華看守葡萄園，按時灌溉，晝夜看守，免得有人損害。我心中不存憤怒，惟願在戰爭中我有荊棘和蒺藜，我就起步攻擊他，把他一同焚燒，或者讓他緊靠我，以我為避難所，與我和好，與我和好。將來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發芽開花，果實遍滿地面。耶和華擊打以色列，豈像擊打那些擊打他們的人呢？以色列被殺戮，豈像其他人所遭遇的殺戮嗎？你驅趕他們，放逐他們，與他們相爭。在刮東風的日子，他以暴風趕逐他們。所以雅各的罪孽藉此得赦免，除罪的效果盡在乎此。他使祭壇的石頭變為粉碎的石灰，使亞舍拉和香壇不再立起。因為堅固的城變為荒涼，成為被撇棄的居所，像曠野一樣。牛犢在那裏吃草，在那裏躺臥，吃盡其中的樹枝。他的枝條一枯乾，就被折斷。婦人用以點火燃燒，因為這百姓蒙昧無知，所以造他們的必不憐憫他們，造成他們的也不施恩給他們。到那日，以色列人啊，耶和華必像人打樹拾果一般，從大河的支流直到埃及的溪谷，將你們一一搜集。當那日，號角大響，在亞述地將亡的與被趕散至埃及地的都要前來，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華。以賽亞先知就嚟到喺末後日子當中，佢去讚美神，因為佢照管以色列人，按照佢嘅應許嚟到搭救佢哋。聖經記載話：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遠的磐石。所以今日我哋就睇到神所應許以色列人回歸到神賜俾佢哋流奶與蜜之地，呢個應許嘅地。所以我哋就睇到堅心倚賴神嘅，佢就保守佢十分嘅平安，同埋用神蹟嘅方式去讓神嘅應許能夠實現。所以今日我哋都能夠專心倚靠神，因為神顧念我哋。耶穌基督，聖潔美麗，無人能及，死我氣息，毫無保留，為我捨命，你的愛使我靈魂甦醒，患難中我能剛強站立，你的愛使我重
雅各書第一章，神和主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問候散居在各處的12個支派的人。我的弟兄們，你們遭受各種試煉時，都要認為是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但要讓忍耐發揮完全的功用，使你們能又完全又完整，一無所缺。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該求那厚賜與眾人又不斥責人的神，神必賜給他。只要憑着信心求，一點也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到什麼。三心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搖擺不定。卑微的弟兄要因高升而誇耀，富足的卻要因被降卑而誇耀，因為富足的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樣。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他美麗的樣子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中也要這樣衰殘。忍受試煉的人有福了，因為他經過考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愛他之人的。人被誘惑，不可說我是被神誘惑，因為神是不被惡誘惑的，他也不誘惑人。但每一個人被誘惑，是因自己的私慾牽引而被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被欺騙了。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們，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成為初熟的果子。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要明白，你們每一個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能實現神的義。所以你們要除去一切的污穢和累積的惡毒，要存溫柔的心，領受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但是你們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聽道的人，自己欺騙自己。因為只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着鏡子觀看自己本來的面目，注視後就離開，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並且時常遵守的，他不是聽了就忘，而是切實行出來。這樣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自己的舌頭，反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徒然的。在神我們的父面前，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係啦，雅各書特別提到一個虔誠嘅人，佢嘅唔單係佢嘅外表，最重要就係佢自己嘅心。所以聖經記載話：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自己的舌頭，反欺騙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徒然的。在神我們的父面前，清潔沒有沾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若成為一個虔誠人，唔單係佢嘅宗教嘅行為，而係神話俾我哋幾個好重要嘅約定，就係要勒住我哋嘅舌頭，能夠謹慎我哋嘅言語，喺行為上邊仲係要好似天父嘅心一樣，係照顧喺患難中嘅孤兒寡婦，同埋努力嘅分別為聖，不沾染世俗，讓我哋都能夠學習聖經教導我哋要作為一個真正虔誠嘅人。
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使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镜炼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光照在黑暗里，使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镜炼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箴言22章，美名勝過大財，宏恩強如金銀。有錢人與窮乏人相遇，他們都為耶和華所造。通達人見禍就躲藏，愚妄人卻前往受害。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財富尊榮，生命為賞賜。歪曲人的路上有荊棘和羅網，保護自己生命的必要遠離。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有錢人管轄窮乏人，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撒不義種子的必收割災禍，他請怒的杖也必廢掉。眼目仁慈的必蒙福，因他將食物分給貧寒人。趕出傲慢人，爭端就消除，紛爭和羞辱也必止息。喜愛清心、嘴唇有恩言的，王必與他為友。耶和華的眼目保護知識，卻毀壞奸詐人的言語。懶惰人說：外面有獅子，我在街上必被殺害。陌生女子的口是深坑，耶和華所憎惡的必陷在其中。愚昧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離趕除。欺壓貧寒人為要利己的，並送禮給有錢的人，他就必缺乏。你要側耳聽智慧人的言語，留心領會我的知識。你若心中存記，嘴唇也準備
就緒，這是美的。我今日特地指教你，為要使你倚靠耶和華。謀略和知識的美事，我豈沒有寫給你嗎？要使你明白真情實理，好將實情回覆那差你來的人。不可因貧寒人就搶奪他，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因耶和華必為他們辯護，也必奪取那搶奪者的命。不可結交好生氣的人，也不可與暴怒的人來往。恐怕你效法他們的行為，自己就陷在圈套裏。不要為人擊掌擔保，也不要為債務作保。你若沒有什麼償還，何必使人奪去你睡臥的床呢？祖先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侍立在君王面前，不在平庸人的面前。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嗰位守約施慈愛嘅神，喺你裏邊滿有平安。願神親自嚟到照管我哋生命，嚟到讓我哋嘅生命都係獻呈俾你，成為光，成為鹽。都係主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